主后2023年4月初9，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大声咱来听圣经。路加福音24章，咱对第1节做伙来读到12节。礼拜日透早，天要光的时，遐个妇人人带因所准备的香料去墓地。因看到石头已经对墓割开，就入去，毋过找无主耶稣的遗体。因拄为着即个代志冤气，毋知要安怎的时，忽然有2个人穿光艳艳的衫徛伫因身边。这个妇人人非常着惊，面趴落涂骹。迄2个人甲因讲：“恁是安怎伫死人的中间得找活人？伊无伫遮，已经搁活。恁着记得伊还伫加利利的时甲恁讲的话。人子一定会受出卖伫罪人的手，互因钉十字架，第3日搁活。”遐个妇人人就想到耶稣的话。因离开墓转去，将这个代志拢对11个使徒甲其他拢总的人报告。对使徒报告这个代志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约翰娜、雅各的老母玛利亚，以及其他甲因做阵的妇人人。使徒想讲，这个妇人人所讲的话无影无迹，所以无相信。毋过，彼得起来，走去墓里，压落去看，只有看到幼麻布若定，伊就转去，对所发生的代志感觉真奇怪。以上。空墓甲搁活。对顶礼拜日到今仔日是所有基督教会上要紧的圣周，也就是耶稣骑驴仔入耶路撒冷城，有袂少人手举棕树枝，将因的衫铺伫耶稣入城的路呢做地毯。画和散那奉主的名来的，应该得到呵乐。了后就进入受难周，主耶稣洁净圣殿。日日伫圣殿教世人，拜四守半过节，耶稣甲学生洗骹，设立圣餐，了后伫克西马尼园闭切祈祷，半暝互犹太出卖，受掠、受审判、受侮辱、受刑罚，拜五透早大约9点受钉十字架，大约中昼断气死埋葬。第3日也就是主日的清早，主耶稣对死搁活，所以咱伫搁活节庆祝救主耶稣对死搁活。即日也是基督徒伫一年中间上界要紧的圣日。伫即马网络非常的发达，会当看到别所在也是别个教会安怎伫过一连串的圣周的活动。最近我 FB 毋知安怎一直会跳出一寡越南的代志也是影片互我。伫遮咱有看到100度，这是越南的艺术家所画耶稣甲玛利亚，对耶稣出世互玛利亚抱咧到耶稣过身，嘛是叫互玛利亚抱咧，这不只有艺术。咱知越南的天主教会不只仔济，天主教徒嘛不只仔济。
越南捌受法国诶统治，法国是天主教诶国家，所以越南诶天主教会也诚兴旺。咱台湾天主教会也有袂少诶神父甲修女，也是对越南来到伫台湾服务诶。我看到越南诶天主教会因伫即个受难周受难日诶活动也诚类似台湾民间宗教有大型诶宗教游行，扮演耶稣受难诶故事，其中耶稣死伫十字架顶搬徙落来，放伫透明诶棺木，游行诶人拢穿白色诶校服丧服，头也绑白色诶头巾，就敢若是咧参加耶稣诶告别式装饰共款。即款诶宗教游行也真特殊，毋过嘛真容易互共信仰诶人感同身受。为虾米需要有一寡仪式性诶宗教游行礼仪还是活动诶？像咱有人咧看即个古典戏，也是出名诶武侠小说改编诶戏，明明都已经看甲诚熟，也知影讲剧情甲故事诶进展，毋过看了后，还阁会想要阁看复习。有时阵是因为讲会阁有一寡新诶体会，也是去互戏感动着。像讲话歌实在是太好听咧，一条歌会当相连续放几啊摆，会听拢有迄个诚强诶感动。这毋仅伊有魅力，而且是伊会当对内心引起共鸣。若是安尼，当咱逐届咧过国华节，也是讲摕着国华节诶卵，也是强手圣餐，毋知你捌有即种类似诶看见、体会甲感动无？伫早起，咱用路加福音24章第1节到12节，做伙来做今年国华节诶即个经文思考、空望甲国活。咱来看路加福音23章按13节起，现代台语版诶圣经诶标题是耶稣受判死刑，26节标题耶稣受钉十字架，44节耶稣会死，50节耶稣安葬。到24章第1节才讲耶稣诶国活，这互咱回想耶稣伫受难周诶拜示，暗时受掠，过两工透早，天一光就受犹太议会审问，了后转送去互罗马总督彼拉多甲希律王审判，随时就甲耶稣定死罪。然后即时就执行钉伫十字架诶刑罚，即个效率超级诶快速。当耶稣一个死就互收埋，连葬礼甲墓室都已经有人甲耶稣传遍遍。这意思是讲耶稣确实死，这也是一个事实，毋免争辩诶代志。毋过耶稣死了后，竟然照伊所讲所有言诶，第3日对死阁活，这超过一般人诶常识甲理解。等咱来探讨耶稣真正对死阁活，那安尼空望究竟有甚物种诶意思？第一，空望引起人诶注目甲好奇。经文中讲有几若个妇人人，因烧烧伫礼拜日诶透早，伫天要光诶时，就来到耶稣安葬诶墓地。因到位诶时，发现迄个墓门诶塔诶石头已经刷开，
而且因也找无耶稣的遗体。咱一般人会问讲，这敢是耶稣的遗体去互人盗墓偷摕去？若是安尼，是谁会做即个代志？有甚目的？第二，若假使讲有人刻意来盗墓偷摕耶稣的遗体，那安尼，若毋是啥物人甲耶稣的遗体刷去别位来改葬？针对第一点，马太福音27章29到60讲，耶稣安葬的过顿工就是拜六，彼拉多有派兵严守耶稣的坟墓，佮搭封条，目的就是惊耶稣的门徒来偷摕伊的身尸，然后散布讲耶稣已经对死搁活的假消息。结果耶稣搁活的时，墓门自动割开，卫兵惊甲皮皮喘，祭司长甲长老摕真侪银仔，互因去散布谣言讲，耶稣的身尸是去互耶稣的门徒趁因暗时伫困的时，甲伊偷摕去的。所以犹太议会甲罗马总督因事先有做防范，耶稣的身尸自然无可能互耶稣的门徒偷摕去。第二，耶稣的身尸敢是去互人刷去别位改葬？约翰福音20章第20讲，抹大拉的玛利亚看见空墓，就走去找彼得甲约翰讲，有人将主的身尸对墓里刷走，我毋知伊囥伫倒位。彼得甲约翰也去看，就敢看到耶稣的身尸甲右抹布以及头巾囥伫遐，并无看到耶稣的身尸。这也说明耶稣的遗体放进去，这并毋是耶稣的门徒，也是别人所为，是因无法度理解的代志发生，也就是耶稣搁活。后来果然，因也见到几啊摆搁活耶稣。其实，照咱的理解，耶稣搁活嘛无的确着爱甲迄个墓门甲割互开，因为搁活耶稣伊已经无受到肉体物质的限制，伊会当随时随地出现伫任何个所在。墓门的石头割开，空的墓露现，这只是要引起人注目好奇。为什么耶稣的身尸无伫遐？原来耶稣已经对死搁活。第二，空的墓有标基督搁活，得胜罪恶。天使甲遐个妇人讲：恁是安怎伫死人的中间伫找活人？伊无伫遮，伊已经搁活。咱传统的即个民间宗教风俗对死有介大的惊吓，嘛有真侪禁忌。伫死者安葬着爱看时看日看方位来安葬，惊冲煞着。毋过嘛期待讲会当对死者来得到庇荫。除了遮个以外，咱嘛知有一部分其实嘛是咧做互外人看，比排场比风光。做是耶稣对死搁活，也提醒咱做基督徒的，咱若甲主同死，也要甲主同搁活。过头注重死了后的安葬，要偌风光车花盛大，甲恪守伫遮个禁忌，拢毋是有啥物要紧甲价值的代志。咱若真正信耶稣，咱就会相信耶稣所讲的话。
咱相信耶稣对死过活，伊也想述，互信伊诶人，虽往死有一日也要对死过活。耶稣空诶梦，就是咧向死亡宣告得胜诶证据。第三，空梦互咱自信伫过活诶主耶稣。有人伫解说，基督教甲天主教诶十字架无共款。天主教会诶十字架通常一般是耶稣要钉伫十字架顶，若是基督教诶十字架，大部分耶稣并无钉伫十字架顶。这是因为讲天主教会强调耶稣诶受难，基督教会看重耶稣诶过活是无？其实即种诶解说并无正确，因为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拢相信耶稣是圣囝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伫世间，为咱钉死伫十字架顶，毋过也对死过活。十字架对咱诶意义，伊是一个信仰神圣诶象征诶符号咱若是看重伫这外在诶十字架，毋过搁较要紧是伫咱诶心中是毋是有主耶稣诶十字架，以及咱家己诶十字架。咱是毋是愿意举家己诶十字架来跟对耶稣？天使向遐个伫空梦找耶稣诶妇人人甲咱讲，伊无伫遮，伊已经过活。耶稣无伫坟墓，伊是过活诶主。墓仔是带死人藏死人遗体诶所在。空诶墓也互咱诶目睭诶注意力无搁放伫墓甲死人，是主神来仰望迄一位离开墓对死过活诶主耶稣。伊是救赎咱脱离罪恶甲死亡，也是想赐互咱有新诶活命甲永生诶救主。咱活着就是为着要见证宣扬即位带咱出死入活、离开黑暗进入伊美妙光明国度诶上帝圣囝宝贵诶福音。咱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诶听，你对死过活见证上帝诶权能是会当带人来离开黑暗进入主你光明诶国度也会当得胜罪恶来诚侪圣洁。阮伫主你诶面前，阮嘛献上感谢，互阮诶生命也因为主你来到伫即个世间也为着阮对死过活互阮来得到一个新诶生命、新诶人生、新诶活命。阮也要举家己诶十字架来跟对你。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恳求，感谢靠耶稣诶名，阿免。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